况啦，就去做1天而已啦，啊就安尼哦，来，我恁看一下，恁看一下，水晶怎么卖？新娘哥，等一下，好，等一下，来，这天风啦，伊去把歪啦，伊讲那个受伤严重，还要休息1个礼拜，不能搬东西啊，讲腰去闪掉啦，啊手包甲安尼啦，这好像是干大事情。搬一工菜车尔啦，规个身躯包刷了了，刷了去啊！都包一工菜车尔，无去搬一工菜尔，恁大家拢有看到啊？都刷了。哎咪，我讲这啊，讲较歹听啊，这嘛毋是天风歹做啦。人个菜市仔的货车的头家讲这起我无法度啊。无法度啦。这起我真无法度，迄安尼搬无2手，就伫遐咧喘啊，安尼我请这个左手我袂好啊。袂好啦。所以变做讲，其实也不是天风要做不做啦，天风伊做一工啊，伊嘛做袂掉啦，第一嘛做袂掉，啊就真正胜任啦。真正啊，伊嘛袂敢咧做啦，啊，搁来第2点就是，迄头家嘛真正无法度啦，嘿啊，那恁是头家，恁应该嘛会感觉无法度啊。啊嘛是爱去试看嘛，可是咱讲现在凯宾，他敢勇于尝试，嘿啦，伊有去去外面跨出去。哎呀，他愿意勇于尝试，啊，再跨出去啊。我知道很多酸民，足侪选民哦，做这酸民一直咧讨论一件代志。讨论一件代志。哦，啊，现在凯宾就是哦，故意叫天风啊，还是海天生技的陈董事长叫天风去外面工作啦。啊，做一阵子之后吼，然后就说吼就外口拢无好胜任，就叫伊转来团队。你放心啦，唔是这种代志啦。没错。好，线上的朋友，我有讲过一句话，他应该是要去外面赚钱来还我，没错，不是消耗我们公司的钱，你知哦？唔是搁领阮公司的薪水来还我笑，安尼袂通。嘿，安尼有了解无？有了解无？第2天搁去搬就好啊。我感觉伊是无，琪琪姐你好啊，晚上好啊。来，琪琪姐你好。嘿啦，你嘛莫共笑啦，因为至少他勇于啦。上少伊有去试，你知无？有，卖讲无试。伊迄天的工作时间，我甲恁大家报告啦。半暝啊4点，吼，半暝啊4点做到暗时10点，差不多。几点钟啊？4嘛。16点钟啊。16点钟啊。16个小时。天风可以去夜市卖口香糖，卖安尼啦，哎呀，卖共笑啦。虽然我是感觉讲，迄伊要做什么工课，伊家己去迄啦，哎呀。其实我不排斥啊，不排斥。如果要卖的话，你们也可以提供资源给他。问题就讲真的啦，若要卖口香糖要还我笑吼，我讲咱搁等2年哦，等2年唔知搁有钱无啦。对啊，就是安尼啊。等2年应该无钱啊。好啊，我帮伊找好工课啊，莫搁伫遐咧送羊铃。我搁讲过啊，恁要有的人讲要叫伊去送报纸，要去送货，来我甲恁报告，我甲恁大家报告。送牛铃是毋是骑奥多摆？哼，歹势无驾照。嘿，开。要开货车？袂晓开嘛，无驾照。嘛是开。嘿，拢无照啦，所以无法度啦。无法度啦。莫，所以恁咧讲的想法，我拢有想过啊。叫伊去做清洁工，可能做2工啊，嫌要伤垃圾，歹做无法度。嘿啦，所以讲这有帮伊找一个，阮线顶一个迄个忠诚哥啦。江中诚大哥，哎呀，伊咧算讲咧做一寡布棚啊，咧大布棚、大市场，就是人迄种细的啊、松的啦，迄种人啊断去有无？面顶下底拢会铺厝迄种啥？中坡，中坡的地毯，厝迄个地毯呐。来，那个忠诚哥就是想说叫他去他那边工作啦。去刷那个地毯，这样就那么简单啦，应该是会使，我感觉会使。可以。直播到一半，人送饮料来，后面规个拢一直咧看外口。来，